我哋这日刷假期一开始，离岛的人真正是有够多。先来看南台湾热门景点小琉球，再去讲有几万名游客等要坐船，所以讲想要算进前都要真有耐心，因为这个等船室内面拢总是人，有的人一排讲要2点钟才到上船。 游客大包小包4天连假，准备要坐船去外岛，离小琉球好好耍一下。但是排队排遐尼长，要坐着船，可能还阁一阵啊。伫码头外口，阁排到卖票的所在，人客人，中岛进前已经有万外人入去啊，有人一排就排2点钟。等到现在应该要等2个小时吧，很热啊，热死了。 但是安尼看过去，排队的人有一半拢无挂喙罨。准备要上船进前，才赶紧对包包内底甲喙罨摕出来，因为密闭的空间风险较大，所有的人拢一定爱挂喙罨。最近南部有日本的学生确诊，敢会影响到去南部耍的心情？好担心哦，不要担心哦。对啊，所以有戴口罩。台湾做得很好没有担心。对，就自己的防护做。连假出去耍的人较侪，自我防护真重要，嘛要确实做好，才会当耍甲欢喜，又搁安全。